在学生热情的舞蹈之下，大湾坝韩国物产展正式展开。为着让台南的消费者感受到韩国的魅力，台南大湾坝将韩国的人气商品搬出来，含在地特产，全部拢搬到百货公司内底。有经典的人参鸡汤、油仔茶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那像我们现在目前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即食粥的部分像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碌嘛，那有时候随手一包可以马上就是解决那个饥饿的问题比如像他们这次有新的南瓜粥的部分，香菇牛肉粥，这个针对老一辈的长辈、小朋友的部分都可以吃。那另外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像人参鸡啦，那甚至以前都有海苔酥，那这次还有推出一些海苔脆片。大湾坝这次一个优惠好康来回馈消费者。这次特别跟国疆南医合作，在韩国物产展消费满1500块，就送门票一张；消费满599块，就有机会抽到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而且买愈多送愈多。活动只到9月19号，大家千万要把握机会。台南新闻双台采访报道。